妈他怎么了？你爸爸现在出现心衰肺衰，我建议你马上给他转院，毕竟咱这是疗养院，设备有限。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的？你爸爸老年痴呆症的病情发展的太快了，现在引起各脏器的衰竭，必须马上转院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跟我来吧，咱们去办公室。好。再拨 ，Sorry, mobile reply is power off. Please try later. 妈，今天没出去啊？啊，我就在家里批批文件。怎么，你要出去啊？我想去看看孟妮。孟妮都已经表明态度了，你这样做还有意义吗？她这2天一直关机，我有点担心。儿子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个有理智的孩子，怎么遇到感情的事情就犯糊涂了呢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。人家都关机了，你再找上门去，这不就变成一种纠缠了吗？妈，好了，志恒，听妈的没错。
导演。啊。哎好。大刘啊，你们家乡的空气确实跟北京不一样啊！我这一下飞机，感觉呼吸都很顺畅。是啊，我们家这边啊属于海洋性气候，跟北京不太一样。啊。同学，你混混表现嘛。哎，可可，你跟小刘是4年同学，关系看起来也不错，怎么从前从来没有推荐过人家呀？我跟他吧，我跟他就属于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相忘于江湖，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。是孩子。嗯。待会儿你一定要跟清我。媒体的消息这么快的，一定是冲咱们大腕来的。这不还有您的吗？您好，何导，您是第一次来海州拍戏吗？哦，海州原来也来过，不过是10多年以前，你们还都是孩子呢。啊，您的几位主演范传涛老师、宋小兰老师，还有吴大明老师，他们都在海州跟全程吗？可能不会，不过他们会在你们海州完成最主要的创作。哎，你们都是本地媒体吗？是的，何导，我们都是海州电视台的记者。海州电视台的，哎，你们可以采访一下我们组的新人啊，他可是你们地地道道的海州人。小刘啊，刘一鸣。哎，刘一鸣，刘一鸣，刘一鸣，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海州的？这个小刘在海州什么时候离开海州的？挺有人气啊。还行。老何，要不咱先回屋吧。谢幕之前之后，你们所有当事人集体表示沉默，能不能谈谈你们到底是谁横刀夺爱？回答一下吧。诸位媒体朋友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哎，刘一鸣，你知道张之恒已经出院了吗？听说你曾经去医院看过他，你们之间是不是达成了什么协议？还有，你和张之恒之间到底谁是第三者？你说你这个同学刘一鸣还真是个风云人物啊！哎，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我吧，也才刚刚知道，就在机场的时候他才跟我说的。可他跟我签约的时候，可是一个字儿都没提。他那会儿禁锢着激动了，哪还知道别的呀？就你能给你的同学打马虎眼？真的，您还不相信我吗？相信你，反正我知道啊，你是最善于巧妙过滤信息的。还行。老何，你看吧，我是你亲闺女，我能帮着别人吗？你不管你帮谁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不多怨您？本来我已经跟他说好了。让他到了海州之后低调低调再低调，看到媒体啊一定躲得远远的，不许乱说话，不许乱动。结果可好，您一到这儿就给他来个隆重推出。好了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回海州了。这些媒体啊，我是没有精力跟他们打交道了。我只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把咱们这个戏拍完。哎呀，也是刘一鸣这小子没福气。本来我是看着是你的同学，想推他一把。哎呀，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谁知道啊？只有让他自己自求多福吧。自求多福。现在自求多福的应该是我。希望他不会给咱们拍摄带来太多的麻烦吧。阿姨希望你尽量少回来。我都懂。喂，小杨，啊，
请你去帮我查询一件事情。看这标题，罗密欧重返海州是挑战还是复仇？你看这个感情的问题说不清啊。要不说刘一鸣这个人不简单呢，你说何景天这么大的导演，居然请他过去演戏。我看这回啊，像是有点来者不善的意思啊。我看未必吧。这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在海州，即便是有大导演给他撑着，有张家给他镇着，我看呀也翻不出什么大浪。那可不一定。张总，张总，读报时间，继续。张总，张总，你好点了吗？川娜，谢谢你。前2天，我老爸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人生处死无大事。你能把这些事情看那么淡，真为你感到高兴。我去给你倒点喝的吧。不用了，能陪我聊会儿吗？哦。公司的员工好像很好奇。你不要听他们说的，他们那是闲的，等说够了就不会再提了。其实您可以说话。说什么？事实啊。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到底什么是事实。事实就是，说吧。张总，如果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，你不要生气啊。事实就是，刘一鸣在梦妮最困难的时候撒手不管，是您接住了梦妮。现在那个刘一鸣回过神来，又来挖墙脚。最过分的还是那个梦妮，明明有一个浪漫的男朋友了，又想要一个深情贴心的，她怎么可以这么贪心呢？乔娜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这些，但是我必须得说完。你什么地方都不比刘一鸣差，包括对梦妮的感情，你也付出的比刘一鸣多。就因为他会在台上表演罗密欧，而您不会，就要让你承受那么大的难堪吗？换做任何一个懂事的女孩子，这个戏她就根本不应该参与。好啊，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他为什么不跟刘一鸣走呢？现在刘一鸣再回来，是为了表示他对梦妮有多在乎吗？早干嘛去了呢？张总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讨厌过谁，可是我现在特别的讨厌梦妮跟刘一鸣。乔娜，很多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能问你件事情吗？你觉得梦妮她爱过我吗？爱你才怪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那你觉得她喜欢过我吗？很短的时间也算。我觉得他没有。那我在他眼里算什么呢？宝贝。一个可以满足他任何愿望的宝贝。要钱有钱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还有那么多的爱心和耐心。人家都在那跟旧情人排戏调情去了，你还在这车接车送。乔娜，你去忙吧。程总，我
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？没有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